廣東大學怪談。高考放榜啊！如果閣下想嚟廣東讀大學，請喺填志願之前先了解一下以下規則。一，如果你想喺廣州讀，請一定要清楚你所報大學嘅地理位置。一旦唔留意，你就有可能喺荒山野嶺讀4年書。二，如果你想讀廣東工業大學，請謹記呢度係冇女同學嘅。如果你喺校園內見到女仔，請即刻遠離，你可能出現咗幻覺。三，如果你想讀華農，請謹記呢度嘅面積相當於一座城市，請避免喺校園蕩失路，否則你可能呢一世都出唔翻去。四，如果你想讀廣東外語外貿大學，請一定要先學識游水，呢度一旦落雨係需要游水翻學嘅。華師、暨南大學、廣東工業大學同理。五，如果你想讀中山大學，咁你好有可能會喺廣州、深圳、珠海讀書，但絕對唔會喺中山讀書。六，如果有人推薦你讀韶關學院，並告知你嗰度其實叫北大，請唔好懷疑，因為韶關身處粵北，所以呢度都叫做。無論如何，都歡迎你喺廣東讀大學，呢度氣候宜人，環境舒適，鳥語花香。4年後，你將會碩果累累。Welcome to 廣東。